国的针对穆斯林的镇压已超出了国境。据报道，在中国哈萨克斯坦边境，中国当局挂了一个照牌，上面写着禁止戴头巾和留胡子。这种所谓安全措施显示，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的镇压和同化政策已超出了国境。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有关的安全政策对于习近平领导的一带一路项目至关重要。东突厥斯坦地区是中国通过中亚向世界开放的重要枢纽。逝世20周年之际，我们纪念奥斯曼巴图尔，他是一位传奇人物。他在20世纪与中国进行了一场伟大的斗争，斗争始于1940年，当时中国的暴政变得无法忍受。从1941年11月到1943年7月，他们继续以游击战的形式进行斗争。1943年7月22日，完成歼灭了在阿尔泰的中国力量。奥斯曼巴图尔于1951年4月29日在乌鲁木齐被中国政权杀害，敌人先砍掉他的耳朵，然后砍掉他的头。巴基斯坦媒体报道，中国人贩子在巴基斯坦开设非法婚介所，诱骗出身贫苦的巴基斯坦妇女假结婚，然后将她们带往中国强迫卖淫，甚至出售她们的器官。据称，巴基斯坦女孩以280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中国男人。人权观察中国主任索菲·理查森撰写了一篇题为《新娘走私》的文章，并警告伊斯兰堡。文章称，巴基斯坦妇女和女孩以非法婚姻的方式被卖给中国男人，而至少有5个其他亚洲国家的妇女也被贩运到中国。本月初，一家著名的巴基斯坦私营电视台播出了一些画面，在东部城市拉合尔的一家非法婚介中心，几名中国男子和6位当地妇女待在不同的房间里。美国警告将中国海警以及中国海上民兵列为海军力量对待。中国用海警渔船打前方经越南海，让周边国家投鼠忌器。美国为此示警，将比照对待中国海军的方式对付中方海警与渔船的挑衅行为，以截止北京在南海咄咄逼人之举。众所周知，北京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声称主权，并已经在该地区的人工岛上部署了准军事团体。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南中国海与包括文莱和马来西亚岛屿在内的菲律宾和越南等邻国以及的美国进行主权争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电话会晤。埃尔多安在会晤中提议在土耳其从俄罗斯购买 S-400防御系统问题上成立工作小组。在埃尔多安与特朗普举行的会晤中，磋商了双边和地区问题，并重新确认了750亿美元的贸易额目标。